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齐英莹。新闻一开始来关心高雄的消息。伫今日透早发生一件离奇救人案件，是安怎讲离奇呢？一个20岁这个查某囡仔呢，伊呢倒头栽挂伫大楼外口这个铁架，规个人呢倒头栽，呢害来害去，强要摔落来。警消人员一个接到报案了，赶到现场，随准备救人。听讲，这个小姐可能是心情不好。 一人伫遐啉酒，爬去3楼，就呢吊伫外口，加在消防人员赶到位，赶紧将伊平安甲救落来。大楼外头，全警消防人员向3楼铁窗看去，有一个女子挂伫顶头，是倒头栽的姿势。消防人员大腿向前救援，这女子唔知是毋是去惊到，想要反抗。先锁一下啊！好了，下面的可以先离开。 每一步句总算将伊对3楼所在救落来，就惊时间搁再拖，女子气力无够，栽落去。你有喝酒是不是？对。你有喝酒？有没有吃药？没有。啉酒精神无稳定，嘴内搁细细念，讲有人攻击伊。有人欺负我，所以烫伤了。到底啊？是因为窗仔门爬出来啊，是安唔知影哪出来，就看的时阵就别啊。就掉鼻啊，对啊。 这名女子其实心情不好，啉酒，酒醉了爬去一栋徛架的露台，意识无清楚，倒头栽挂伫冷气架啊。警方等女子清醒了后，才搁再厘清详细原因。